丹那斯台风这么厉害，你看，台南市有1万多户哦，有登记的哦，有登记灾损的哦，1万多户呢，屋顶受损了，有登记灾损了，1万多户了。丹那斯台风这么厉害，那个台南市西宁区大同路，你看这一栋大楼，哦，那窗户一大片呢，也都被吹破了，没有用那个打叉，用那个胶带贴成那个打叉，哦，那个强风太大了啦，那石棉瓦屋顶都掀开了，那个力量有多大啊？你看，难怪有窗户玻璃也被打坏，有的商店窗户玻璃也被打碎了。